今仔继续来看，这个政府成立着掠诈骗国家队，这12天都查到408件诈欺案，掠到嫌犯1958个，其中这个刑事局来破国内第一件第三方支付诈欺的洗钱案。另外，阁有不法的人士利用网络讲要请蓝山工啊，结果是讲骗人头口座软禁被害人。 经一个为出来查甫人走嘛走袂去，因为因透过网络找人软禁被害人，按交身份证、口座和领钱卡，当作人头口座诈骗洗钱，总共22个人红掠，同款的案件共唔哪一件。手边动作放下，警察哈，来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哈。 嫌犯乖乖就范，原来刑事局查到，过来头一件第三方支付业者涉案的诈骗案。罪帮集团先透过诈骗跋筊网站，骗被害人汇钱到第三方金流，再利用人头公司转钱局车手来领钱。罪帮洗钱金额有33亿，第三方金流保额所得1亿。这拢是警政署长王明照上任以来，和检警指挥启动打诈专案行动所侦破案件。诈骗对象几乎是 无所不在，短短12天就破了400多件，移送了2000多人，查扣了不法所得1亿多。 今年7月，政府成立打诈国家队，行政院苏贞昌亲身报告这个好成绩，强调未来嘛以4大面向破解诈骗手法，要继续打击黑色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